他是浙江小百花越剧团新生代尹派小生，他是风流倜傥的四爷，也是断桥边痴情的许仙。周人哭坟，他单腿过顶，小小年纪成绩斐然。今晚嘉宾带您认识浙江小百花越剧团尹派小生，新松计划金奖得主陈丽君。各位好，欢迎收看《戏相逢》，我是小杨。今天来到我们舞台上的是一位非常潇洒的小生，来自于浙江小百花越剧团，他是新松计划的金奖获得者，而且也是中国越剧节的优秀表演奖。让我们有请陈丽君，有请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请坐。我发现浙江小百花越剧团的小生来参加我们节目都爱穿红色。对，好像上次蔡老师也穿了红色。去年是蔡老师一身红色来到了这儿。他跟你一样都是尹派小生。对。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学戏？我小学毕业吧，小学毕业。在学戏的时候，家里人当时都一致的不同意。不同意。因为我那时候小学毕业就去那个嵊州艺校了，你太小了，13岁，他们觉得太小了，还是要先上学。然后跟爸爸妈妈是怎么个抗争法？他们其实还挺尊重我的，我就告诉他们我要去，然后我们爸妈说你不要后悔，我说我绝对不会后悔的。这是一个最后的通牒的感觉。对对对，你就不要后悔。我说我不会后悔的。除了因为觉得你要多念一些书之外，其实也会有心疼吧？那个时候他们还不知道唱戏挺苦的，等到后来才知道真的很苦。家长对于孩子来说，就希望能够干上喜欢做的事情，还做出点成绩。对对对，我爸爸喜欢越剧啊。你爸爸喜欢越剧？我爸爸喜欢唱。还不让你考这个艺校？那时候太小了，太小了。他也会唱。唱，我自从考了嵊州艺校之后，他就买了音响，买了话筒，我一回去就拉着我唱。那后来在戏校里面学的是花旦啊？花旦。我嵊州艺校读了2年半，都是花旦。宫花旦。现在是小生。小生。这个转行是到什么时候开始转的？进了小百花班以后，1个月大概也不到吧，就改了。也就是他们招你的时候还是花旦。花旦，我唱花旦进去的。结果就是觉得对。是因为觉得花旦不如你的小生。不是他，其实我那时候觉得自己花旦唱的还挺好的，但是我们老师嘛，高瞻远瞩嘛，觉得我可能唱小生更合适，你有更那个露出蛛丝马迹，让他觉得你的小生更好吗？我也不知道，可能就是性格啊。那个时候到嵊州艺校的时候，我还没那么高，然后到了省艺校，可能已经个子也长高了，然后性格可能比较活泼啊，就反正就适合唱小生。我们老师是这么说的。你以前花旦学的是什么派？哇，那个时候也没有说定派吧，就是那个时候学折子戏嘛，老师决定你学什么折子戏，我就学什么折子戏。所以刚才你也说了，其实你唱花旦也不错。那么我们来听一听大家现在已经熟悉的著名的小生唱花旦。我唱那个《窦娥冤》的那2句好不好？窦娥冤，好了。来啦。来。马来雨翻王发可以了吗？还是听出点尹派的感觉。对，我就不自觉往里面走。是的。转的时候自己很适应、很接受吗？不接受，我那时候是就是喜欢花旦的嘛，花旦漂亮，而且你唱了2年半了，那时候我还窦娥冤还去比赛了，那个楚凤争鸣那个时候，所以我们老师让我改的时候，让我改了3次，前2次呢我不愿意改，他也就放过我了，然后第3次我还不愿意改的时候，我们老师就把我骂了一顿，然后就是我不愿意也得改，我还哭了也没有用，就很不情不愿的被改。有特别让你觉得很难改，但是你花了很多力气去改过来的？声音。就我到毕业之后都有人说我，的确不是有人说我的声音就是不够的那么沉，因为花旦嘛可能就以前都是冰着的啊或者什么的，那个唱小生就声音不够厚重，现在依旧还是有这么一个问题。因为尹派还是很儒雅啊，对，出名的就是他的中低音的这个嗓子。对，所以就是对声音来说我还是有影响的。现在有方法让自己的声音往下吗？
对啊，胸腔共鸣更要多一点。刚才是为难又来你啊，那当然，刚才是为难你了，是花旦了。那现在我们回归到你目前最引以为自豪的这个小生唱腔。我唱个洞房悄悄吧，如何？好，洞房。来，对。啊，来，今天穿的挺新郎官的。好的。洞房悄悄，心月月。对，太女气了，就是不要嗲，要有一点男人的感觉，就不要才是困想算命啊，就这种不要然后如今，陈丽君暗自庆幸，当年并没有任性的否决小生，要不然怎能有机会让3度没获得者、著名越剧演员毛维涛来为他亲自指点？我们探班的当天，毛老师正在为陈丽君细抠何文秀算命一折，这也是毛老师当年的经典之作。母亲往来把不早把手中拿，算官七色写分明，节节迎来不留停。九里上元叫算命。宋老师，我不知道我现在合不合格了，因为我也很多年不唱这个了。就是这个味道是这样的。小百花越剧团对于新人的培养是不遗余力的。陈丽君与许多年轻演员相比的幸福之处，在于当她有了站在舞台上塑造角色的机会时，托她挺她的都是资深的前辈，而她每天的排练就犹如一块海绵，尽情地吸收着前辈们给予她的宝贵养分。你是你是问宋之孝，对对，就非常的潇洒。无论是否已经站在舞台中央聚光灯下，也无论是否得到过金奖，此时的陈丽君依然是一个求知若渴的小学生，这份认真也并未辜负老师们的厚爱。据说毛老师在现场排的时候，没有人能够有自己特别这个开小差的时刻。那你也不会开小差的。对他们教得很细，然后又那么忙，然后抽出时间来给你教，你不可能会不全神贯注的去学，然后也很怕给他们丢脸。所以我们要说到的，其实每个剧团当中遇到好的老师非常的不容易。是的，我特别感谢他们，他们真的，毛老师、蔡老师还有我们魏老师都对我很好，就是很爱护我们小班。但听说在演出的时候，在北方你还有为角色而特别对，我去吃了那边的雪。为什么？因为跌雪嘛，然后那个很冷，就是演的就是一个饿的不行了，就只能靠吃雪充饥。我们老师觉得我还是不够那么一点点真实的感觉，我就去吃雪了。就是在南方，你就没有怎么体验过这样的生活？那边那饿的就没有东西吃，又冷又饿又无力，只有吃雪了。我们这边也没有那么厚的雪。这是老师要求的吗？我们老师说你可以去吃一下。你就真的去了？我就真的去了。吃下去雪的时候，当时的感觉？当时就自己还也不是只吃了一口，就吃了，然后跟人家说我有那个感觉了吗？跟来演一下，然后人家说没有的话再吃2口，再吃2口这样子。就真的靠实际的去体验，对，增加自己的因为那个时候年纪小，就是年纪小就没法就不靠这个嘛。当时可能大家也没想到你会真的会很轴的过去。那我真的很轴的。我要是一旦决定要做好一件事情的时候，我往死里轴。我要是那个时候学戏啊，比方那种戏里面哈哈哈哈哈哈这种笑不好啊，我在公交车上啊，我就会想到的时候我就会笑出来，旁若无人的，然后我自己也没感觉，然后我的同伴就特别不想认识我。就是只要在戏里面是不会顾及到别人。那个时候真的是这个样子。然后有时候我半夜的话，就可能半夜1、2点啊。我想到我一句腔没唱好，比方姑娘我没唱好，我就1、2点我就凤汤的那个，对，我就唱出来了，然后我
同寝室的以为我睡了，然后我这样半夜在那边唱，他就觉得很挺吓人。瘆得慌，确实挺瘆得慌。对，所以你对戏曲、对越剧来说是一种植入心扉的那种喜爱。对，我很喜欢。嗯哼。练功房是陈丽君在有时间时最爱待的地方。正所谓曲不离口，看似不难的唱腔，调准拍对，时时刻刻都要给自己加功课。2017年，陈丽君代表浙江小百花越剧团角逐新松计划全省青年戏剧演员大赛。2出戏《断桥》与《周人哭坟》，都是唱念做打样样齐备的高难度戏。对于这样的选择，既是出于对自己的自信，也是出于志在必得的一份拼搏进取心。所以你在新松计划的时候，当时是哪出戏？新松我用了周人和断桥，还有断桥。又是断桥。对。但是为什么会水深火热呢？因为练得很凶猛啊，就是从早到晚都在练，我有时候会练到半夜12点。然后那个时候不是蔡老师先那个排的《周人哭坟》吗？他那个腿是江南一条腿出名的，对不对？对。那我好的是左腿，然后蔡老师抬的是右腿，我右腿没那么好，然后就比赛时间也很紧，我就必须要得空上去啊！我很想减掉这个腿，我们老师都不同意，说你一定可以的。然后我就练，然后又受伤了，受伤就放不上去，然后放不上去的话，你就逼着自己很动都在那边放上去压。那应该是一种撕裂般的痛。真的是撕裂般的疼，就是你压腿之前，你都要深呼吸好几次，就是要做个心理准备，我要开始了。你觉得最对你有打动的话会是什么？没关系的。输了回来，老师请你吃饭。但是还是那么严格的要求，到最后告诉你没关系。没关系，回来老师输了，老师会请你吃饭。你听到这话感觉怎么样？怎么样都去了，死了都没关系。就是有一种是这个完全放开所有的压力。对。但是紧张还是会紧张，但是你会宽松很多心里。在现场他们陪你一起去了吗？每一场都在下面。每一场都在下面，每一场都在下面，演出效果挺好，还拿了金奖哈。对。好，那虽然说毕业不久，新人一个，但是现在已经有很多的戏迷了。你觉得在这个舞台上面选一出戏来代表自己，会唱哪一出？步步惊心啊，当然是。步步惊心，还是四爷的形象。对。四爷哪一段？一盏灯吧。一盏灯。对。好，我们来看看陈丽君带来的四爷。一盏灯，忽明忽共相藏。断肠。20年。
葬20年，20年多扫全门，福中藏。次次想，次次想，一朝为登圣洁居庙堂，一世万古传颂享荣光，一副江山社稷红土光，一个心上的神儿将千亿千元千亿千元千渺茫，千渺茫。一盏灯，一行泪，风雪中飘泪，莫兰香，莫兰香，莫怪我只能远远望，莫怪我只能。须赠一场，为你点明苍黑色骄阳，登苍。